好啦，好緊張，好緊張，交俾你宣佈啦。嗱，究竟係我都未拆信封你就知道嘅？究竟係大熱繼續攞獎啊，定係新晉女主啊，定係冇嚟嗰位呢？你咧？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5最佳女主角，新聞女王2佘太君，佘詩曼。佘詩曼今晚已經憑新聞女王2 Man 姐一角奪得大灣區視后。網民話阿佘唔單止係新聞女王，仲係港劇女王。今晚阿佘打破自己創下嘅紀錄，4度榮封視后，恭喜晒！多謝，多謝。今晚將會係我人生中我一定會記住嘅一個夜晚。我好多謝有你哋同我一齊喺呢一個咁靚嘅畫面入邊，多謝你哋。我上一次攞獎，thank you。我上一次攞呢個獎，我覺得係我佘詩曼自己攞嘅，但係我覺得今次得獎嘅係 Man 姐，因為我已經唔係去飾演一個角色，而係我已經成為咗呢一個角色，係佢帶住我透過精彩嘅劇情去同觀眾再一次產生共鳴，所以我想同 Man 姐講一句，我鍾意你啊，文慧心。開心到爆啊！唔記得晒啊，真係。等陣先。唔知啊，記得咩講咩啦。我第一次演續集，原來演續集係咁正嘅，因為可以同一班咁熱血同埋咁想進步嘅一班人可以繼續合作，係我個福氣。好感恩遇到你哋每一位，多謝你哋。仲有嘅係我多謝我嘅team，有 Catherine 啦、Billy 啦、Lorraine 啦、阿強啦、圓圓啦、黃不了啦，同埋Lydia，仲有係 Youku 嘅宣傳團隊，因為我哋做一個好嘅作品出嚟，但係其實冇再勸我。但係其實宣傳係好重要，因為佢哋係真係日以繼夜咁樣。我每一日起身都見到幾百個 message 係關於宣傳策略，拍咗一個戲出嚟，點樣可以好好咁宣傳，令到更加多人知道有呢一部戲，更加多人去睇呢一樣嘢係非常重要。所以我好多謝所有嘅宣傳嘅同事，多謝你哋，多謝編劇，同埋多謝我媽咪咁堅強、咁樂觀咁去面對佢而家嘅情況。好多謝我細佬，好悉心照顧我媽咪，等我可以好任性，好是但啦，去追尋我嘅夢想。好多謝我經理人蔣 Chan， 有你喺我身邊，係仲有娜姐，差啲唔記得咗。
係我一件好有福氣嘅事，有你係我嘅經理人，我係上天賜俾我禮物 ，thank you。你令我不斷進步。我成日覺得歷史係人類創造出嚟嘅。我今日做到，我相信台下嘅每一位嘅你哋，只要唔好放棄，你哋一樣會成為下一個歷史。鄭樹佳先生，我希望我哋可以再創下一個歷史。多謝。